伫天辉里活动中心内底，会当看到这位阿公阿嬷家总菩萨伫料理煮食，但其实因并唔虾米专业逻辑师，因其实拢是华山基金会安平站所照顾的长辈。之所以会邀请因来点手艺，原来就是要感谢所有长期帮忙基金会的善心朋友，食好料。今天呢是1年1度的感恩茶会，我们特别邀请了8位阿公阿嬷化身中破塞，分享他们的秋楼菜，有南瓜饭，然后菜脯鸡汤、炒米粉，还有虱目鱼、红烧胡锅鱼等等。那我们也邀请长久支持我们的那个善事，还有义工朋友一起来现场品尝美味。那华山基金会呢一路走来是仰赖许多单位团体，还有个人的善事以及义工的护持协助，所以我们才能够持续提供社区里的弱势长辈呢送爱到家的到宅服务。那我们竭诚的邀请更多有意愿的社会大众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守护老宝贝的行列。不管是捐款、捐物资，或者是做义工，都欢迎跟我们做联系。安平大家长萧泰华区长也特别来到现场支持。咱华山基金会一直以来是非常这样活动是非常的辛苦但是能够持续这么久其实加不简单的这边也感谢。这边也代表我们所有安平区也感谢我们华山基金会的一个赞助啦安平天西站目前服务96位弱势长辈，其中有55位长辈也未被认做。基金会也希望有爱心的民众做伙加入守护天西行列，斗阵来帮助弱势长辈，和温暖持续传送。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